应该是很美的过程，这样子。我也，谢谢这样，我也，现在我们这一次这个主要是欧洲华人代表驻荷兰这个张英先生是民主战线的主席，还有这个王国兴先生是个秘书长，他们两个现在代表整个在座的华人和他的组织向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谢谢。嘿嘿嘿嘿。谢谢。不高兴。大家讨论，有什么意见啊？就是有什么问题要问大家大家可以问。王国兴，今天我想对于在座的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平生第一次就是可以见到达赖喇嘛，但同时今天是6月4号，也就是62周年。你继续讲。那么想请达赖喇嘛就64对全体中国人说几句话。后面的语句，张学。已经有一个公开的对六四的声明已经发布出去。另外那个主席这个里啊，这个他开始给下去。在过去的六四的一些周年的时候啊，我都发表过公开的声明。那当然，讲到到今这个是差异了，差回来。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应该的。那么呢，就讲到今这个情况呢，就怎么个地方了呀？我呢，这个看到查到什么就主要的呀，他的民主意见他开始不去，所以是一句不呀。所以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应该是有一个利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呢。那关键的一点就是需要有信任。没意义好像是的，长不长下去的，73长下全开除了的话，就是要得到别人的信赖。那这种信赖是来自于一个公正和透明的社会，才能够有这种信任的产生。咱主席那就查查了，各地那就考虑什么的，各地广播这讲那的，百姓推给了的，那边就是啥呢？人们这个生活中啊，我们这个懂的。比如说64的这个事件呢，当时发生的时候，其实当时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当时国际上的基本上很多媒体都在北京。但这边就是啥呢？人们的这个用着差的经济，那我3个岁都改动了。所以实际上这个事件在全世界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应该把它更清楚化是很重要的。那你讲到哪个查查呢？咱没蒙过这个。那开始看那些个，开始看那些牛肉嘛的，现在刚才这3个脑子马的也都弄清楚了。在中国国内也好，很多人在口头上开始在讲，但有的人不敢讲。但不管怎么样，敢讲也不敢讲，内心当中对这件事情是有看法的。这就是这个整个，那反正73长这下是修改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把整个事情透明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想起来73长这话被改成都是的。一样的，西藏的问题也是透明化很重要。我那别拿到去，我那地铁要来要嘛的，刚刚才要来要嘛的，新竹县被改成了。所以，比如说在西藏到底有没有困难，到底西藏人民是不是幸福的，要去了解，调查是很重要的。我讲，别哪里呀？讲那什么下问题，别人嘛地的，我那他那个地基给都知道，这个程度去了，嘛这个鸟的下关，确实要嘛。如果真正的西藏的，在西藏的西藏人，像中国讲的一样，中国政府讲的一样，如果是很幸福的话，那我们不必要在外面讲很多。
왜 나눠냐? 강에 집에 있잖아 저기 강에 위에부터 세우 세세. 그 대를 시게 다 시들 제거를 맞아. 또 껍질 샤냐 오네. 如果在西藏真正的有困难、有问题的话，那么应该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说隐瞒跟掩盖。当年대시령 몇만 년 정도 들어가 차이是开始不起。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藏人跟汉人，也就是西藏人跟中国人之间的一种接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